车台湾看世界，7月初4是美国的国庆日，芝加哥来举办着游行庆祝，结果发生枪击案，至少有6个人死亡，36个人受伤。警方已经抓到22回凶手，讲这个凶手是为厝顶上准游行的民众来扫射，民众是疯狂逃命，现场非常的混乱。根据着非营利研究组织的统计。 今年到今，美国所发生的大规模枪击的事件已经有309件。现场有几啊声枪声，有人随区来，有人赶紧逃命，刷落来，佫出现几啊声的枪声。世界拢听有真惊吓的叫声，大家世界从原本欢乐的国庆游行随便调。 在美国全国庆祝7月初4国庆日的时，伊利诺州芝加哥郊区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地点伫离芝加哥市中心大约40公里的高地公园。根据在地媒体报道，枪手也穿伫厝顶向看游行的民众开枪。结果嘛，伫事发现场附近的建筑物厝顶发现一支步枪。嘛，遵照看到的人提供的资讯，抓到枪手罗伯特·克里莫3世。A brief pursuit went on. Ultimately, they were able to get the subject stopped. 22岁克里莫3世捌用艺名伫网络顶发表几条内容黑暗的歌曲，不过伊经营的音乐频道因为违反社群规范，互汰掉。另外，伊是安怎要安尼做？警方正咧调查伊的动机。国庆日迄天，佫发生枪击案，美国总统拜登嘛惊一跳。You all heard what happened today, but each day we're reminded there's nothing guaranteed about our democracy, nothing guaranteed about our way of life. We have to fight for it, defend it, and earn it by voting. 拜登讲这件代志，佫一摆为美国社会带来悲痛。伊表示已经派出联邦执法部门到事发地点协助，嘛讲会继续打击枪击暴力，嘛会推动枪击管制立法。你好，我是宋彦明。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另外，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